如果你最近喺社交媒體上邊碌視頻，可能會睇到好多廣告宣稱在線銷售係輕鬆賺取生活費嘅好方法，但係真係咁簡單嗎？好多廣告表示，只需要喺 Alibaba 或1688.com 上面揾到一個產品，用佢以更高嘅價格上架到 Amazon 就可以立即獲利㗎啦。但係等等先，呢個係一個十分誤導性嘅信息。在線銷售嘅現實包含多種成本，呢啲成本好快就會減少你嘅可賺取嘅金額。等我哋嚟講下當中成本俾你知。第一，運輸費用，將你嘅產品從供應商運送到客戶並唔係免費嘅，運輸成本根據地理位置同速度而異。第二，運作成本，似 Amazon 同 eBay 咁樣嘅平台會收取費用，俾你能夠喺佢哋嘅網站上銷售。呢個可能包括上架費、賣家賬戶費用等。第三，訂單包裝處理費用，無論你係自行包裝訂單定係使用貨倉服務，處理產品包裝都會產生成本。第四，廣告成本，想俾啲人睇到你嘅產品，呢通常意味住需要使錢喺廣告上面，佢先可以喺擁擠嘅市場中脫穎而出。第五，額外收費，唔好忘記你選擇嘅銷售平台嘅額外收費，呢啲都會好快累積成一個影響成本嘅數目。第六，增值稅同埋稅費，根據地點嘅唔同，增值稅同埋其他稅費可能會大幅降低你嘅收益。最後第七，退貨管理 RMA， 處理退貨係在線銷售中無法避免嘅一部分，呢個會導致進一步嘅成本上漲。呢啲嘅成本項目對你意味住啲咩呢？最好嘅方法係從小做起，以最低成本建立你嘅網店，測試一下水溫，出售少量嘅產品，並自己盡量管理運輸過程及人細節。呢度有一個簡單嘅建議，幫你輕鬆開始，從小規模嘅產品範圍開始，全面分析你嘅成本，嘗試唔同嘅營銷策略。如果你發現自己能夠喺既定嘅成本結構中生存，甚至有唔錯收入，咁就考慮擴大規模。如果情況唔理想，咁都冇關係㗎。利用呢段經歷進行調整或快速選擇唔同嘅產品線，佢先有機會生存落去。在線銷售可以係一個令你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嘅事業，但了解現實同埋隱藏成本係關鍵嘅一步嚟嘅。只有耐心同埋聰明嘅策略，先可以打造自己嘅成功故事。祝你好運，並祝你有開心銷售嘅旅程。訂閱獲得更多關於在線銷售同埋創業嘅真相同埋提示啦！